这个台湾跳高点哦，一样是这样，都有档啊，两只档啊吼。把一个呢上大点的跳高点好哈。小朋友，声喊出来哦！啊，囡仔就是安尼真古锥，歹势啊！你嘛咧拜票，拜票。现在开声嘛吼。属于传统的跳舞型哦，啊，昨天的广东国小的跳舞都属于创新的创新的跳舞，啊，这是传统的跳高点。啊，各位同学，是不是咱用双手来鼓励一下，好不好？开声音哦，过地来哦。过来过来哦，小朋友拿出你的精神，喊出来！长毛雕的毛长伫内地，主要是办这个盐山的下盐节，下盐节吼。感谢我们布袋国小校长带领来参加我们这个游园中美丽正义大会赛。小朋友，精神拿出来哦，大声一点。好，这个国标呢是龙门阵哈，拄则是咧对枪哈，对枪。哦，过来是压钢筋，啊，每一个在于所教的动作拢无同。啊，你的歌声来吹吼，啊，你的话声就话啊吹吼，你的话出来哦，先是大吹哦。吹嘞！啊，非常感谢咱龙校长，带领着主任，老师，这个中师，请你咧来甲咱纽约大天医，啊，纽约大天医管理员呢，用12万分的谢你哦，感谢你，感谢您来演出，你来是拍拖哦，对，拍拖，你来做开口的动作，啊，跳过去呢，是对这个民政时期郑成功。看荷兰人成功之后呢，所举办这个庆功宴所产生的因为这些士兵呢把酒言欢喝醉酒了来不欢喜的，有的骑溜线，有的骑落啊，有的骑狗也来欢呼所产生的这个跳舞阵掌声鼓励鼓励再来是林家水，7星林家水伊个西七的角头啊，7星呢，伫咱三国诸葛孔明呢所创的代表着延年益寿、延年益寿的意思掌声鼓励鼓励讲7星对地造福文清那是春汤兵，川通镇这是他一个空城计小朋友大声了加油！你逃出来我知影这个。来，各位来宾，再给这些小朋友掌声鼓励鼓励！那这么大的天为我们有一个天乐这次的活动带领来这么精湛的表演，感谢他们非常感谢。校长呢，现请龙校长龙怀成校长
万国证啊，万国是咱国法里面呢法律最高的东西啊，所以对那个一个仪式。然后一体化3000呐吼，啊这部分咱讲是等于上旁边的八卦阵同款啊。代表一个刚字啊。等一下他们会蹲下来啊，就看得比较清楚啊，叫万国证啊。即嘛，你时间咧摆八卦吼，摆八卦。因为传统的古会阵，较无共的就是卡法，节奏嘛较慢，节奏嘛较慢。再来，这个接受拜票吼，拜票。感谢咱龙校长、王怀成校长以及翁主任以及组长都有来嘛，来拜票。好，掌声鼓励鼓励，感谢我们的部队。来，小朋友来这边，来舞台这边照相啊，照相一下。邀请我们。